嘉义太保有救护车过路口的时，煞互撞红灯的小客车撞，救护车顶的病患送病院，要是死亡。也那伫咧高雄有警察咧处理交通事故的时，指挥交通煞险险去互车撞，加在人无受伤。严重哦！赶到车祸现场的救护车人员记录到无偌远的头前有2台车撞甲正热力。先看几个受伤。救护人员赶紧落车，发生事故的2台车，一台是救护车，有载病患甲护理人员；另外1台小客车拢总4个人受伤送医。不幸的是，本来救护车顶的病患经过急救，也是救无转来。车到下晡晚近4点，透过监视器会当看到救护车伫通过加56线路口无减速，去弄到青顶直行的小客车，弄甲正大力。救护车有道路优先权，但没有绝对路权。行驶道路应该注意左右来车，确保交通安全。记者重新回事故现场，也看到弄甲脆黏黏的头顶漫麻的脆片，还有一个红毛头石墩嘛弄叛去。定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是讲，因为路真宽，所以车速拢会真紧。佮讲当高铁通过时阵，因为声真大，恐惊连救护车的声嘛听袂到。一起的，你也红灯正常要过车，路口速度嘛爱减慢落来，唔是你开明池。我讲开明池，未必人拢有听到。假你也倒高铁会过掉无？弄叫，无人听有啊。11早起9点外，高雄南仔溪有一个路口嘛发生汽车追撞的事故，油车撞电动车，2台车的驾驶拢无啉酒，追撞车的车头规个毁损严重，需要拖掉，由远景到场处理，搁指挥交通。煞有另外1台乌色的车倒下的时阵，险啊撞到远景，好在远景无受伤，装备嘛无受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